今日嚟到荃灣呢一頭，而家係下午嘅時段啦，揾個下午茶嚟食下。咁嚟到呢一度愉景新城，愉景新城呢就喺青山公路呢一度，搭地鐵 A3 出口轉右，行過一條天橋，去到愉景新城入口3樓，見到呢一間酒樓海港匯。呢度嘅下午茶係2點至4點，1點半攞飛，2點安排入座。望到餐廳裏邊以綠色為主調，而呢種綠色呢就介乎藍色同綠色之間。咁呢個顏色呢就比較特別。見到椅套啦，都係綠色嘅。咁喺門口度呢，就有一張長嘅貴妃椅，有一啲嘅花啦，咁可以坐喺度等候。我哋安排咗坐喺一張圓台，咁呢度好特別喎，佢可以呢每人揀一款嘅茶，呢度嘅茶呢有成10款嘅，而且呢度呢嘅茶呢係14蚊一位啊，下午茶，咁每人可以揀一款下午茶啦。咁呢度嘅茶呢，佢係有一個爐，下低有一支蠟燭興住佢，可以 keep 住佢溫暖。咁我哋揀咗係人參烏龍同埋碧螺春。人參烏龍係加工嘅茶，一般酒樓唔係咁容易飲得到，而呢一度可以飲到，咁梗係要爭取嚟飲下啦。10款茶，梗有一款係你喜歡嘅，我呢就會揀一啲比較少能夠飲到嘅。呢一張呢就係下午茶優惠孖寶，36個8，咁都有13款嚟到自由配搭。下午茶嘅大中小點一律24蚊。孖寶首先叫咗呢一個胡絲長春件，用一個長形嘅杯載起。另外配搭咗呢一個白花洋魚肚。白花洋魚肚我睇佢嘅點心紙呢，佢係列為蒸點啊，蒸點係要34蚊，咁佢而家可以擺喺點心孖寶度，2款都係36個8，咁啊比較抵啲喎。咁試下味先。佢嘅點心小點呢係24蚊嘅，中點呢28蚊，大點係32蚊。咁而家係下午茶時段呢，佢一律收24蚊嘅啫。頭先嗰個白花洋魚肚呢，佢係蒸點34蚊。而家擺咗喺36個8嘅優惠孖寶嗰度，都好抵食，熱辣辣啦！又嚟嘆返一口茶啦，人參烏龍又叫做蘭桂人。人參烏龍除咗有烏龍嘅清香，亦都有人參嘅本土甘味，回甘味持久。飲過這一杯，說不盡餘情。我哋又叫咗呢一個平時係大點嘅蜆芥鯪魚球，咁而家呢，就用小點嘅價錢可以食到啦，配咗一個蜆芥鯪魚嘅醬。而家又講返下呢間酒樓嘅顏色呢，以綠色同埋藍色之間嘅調和，咁呢個嘅象徵呢，就係話浪漫、幸福同埋單純，咁啊象徵住高貴典雅。咁啊睇到啦，我哋沖茶嗰個壺啦，佢都係綠色嘅，咁啊幾浪漫喎，真係。沖返一壺茶，食下點心，享受下呢種浪漫嘅感覺。呢一個係懷舊糯米卷。佢平時係做大點，我誤會咗，以為佢係第2種糯米卷添，所以叫咗有張紙包住個底。其實呢個糯米卷呢，真係冇乜特別啊，不過唔覺意叫咗，下次可能會叫第2種點心。香芋排骨都係屬於大點，佢嘅芋頭都幾新鮮，同埋好有芋頭嘅香味啊！
總括下呢個下午茶嘅經驗，佢嗰個下午茶優惠孖寶呢，其實就幾抵食，36.8都有13個點心去到自由配搭，亦都有一啲係優惠孖寶以外嘅點心。呢一啲嘅點心呢，就係大中小點都係24蚊。今日叫嘅排骨、鯪魚球同埋糯米卷都係點心24蚊。另外蒸點34，特點38。至於食物點心嘅味道就係中規中矩，反而係欣賞佢14蚊一個茶位，而有10種嘅茶去到做選擇，一路有一個壺俾你興住個茶，咁我覺得一路傾偈咁好寫意。特別係嗰壺人參烏龍更加係回味無窮，就金黃色嗰個呢，就係人參烏龍啦。另外碧螺春都唔錯嘅，如果有機會我都會願意下次嘗試第二種嘅茶味。講下呢度嘅交通啦，嚟愉景新城呢一度呢，就係搭荃灣線嘅地鐵去到總站荃灣，咁然之後沿A3出口沿住嗰條天橋行到去愉景新城，上電梯3樓就可以到㗎喇。